我是在地新闻，乡亲啊，大家平安。今仔日是新历的12月15，旧历的11月初1，礼拜二。新闻的头一条，有一句俗语讲：看头麻，唔知影生死门。有一阵少年的耍过头咯，竟然是伫个 KTV 的包厢来耍火。这阵少年呢，到中华园林一间的 KTV 来唱歌，点一条台语歌《人西》，音乐一个放出来，有人搬椅啊当做狮头，开始来人西。啊，为着要来人气氛。 竟然有人点到这个卫生纸来耍火，佮把这个耍火影片抛去了 IG。警方讲，这已经卡到公共危险罪了，会当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一个查甫人伫咧 KTV 包厢内底，哪跳舞哪点火烧卫生纸，2张卫生纸规个烧起来，互人看甲会惊。查甫人紧甲卫生纸等伫咧涂骹，用骹拍火。过程内底有人搬椅啊，人西跳舞。啊，那这支影片叫伊的朋友传去咧 Instagram。我们客人包括我们公司，这是危险的动作。 当时业者拢唔知影有人伫咧包厢内底生火，感觉人客这个行为足危险的。可能会点燃沙发。 影音设备、布幕等可燃物品。消防局讲，伫咧 KTV 包厢内底生火真危险，碰伊含刀啊，若是拄着火，真紧就会倒起来。这支影片嘛传去警察遐，警察抓着点火25岁少年仔，嘛讲伊伫咧 KTV 包厢点火行为已经犯公共危险罪，会当该罚1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呼吁民众咧耍时阵，唔通耍伤超过。